學生證隨便抌落地下，真係好容易俾唔見㗎。係啊，就好似銀包呢啲嘅貴重物品啦。如果周圍擺嘅話，好容易整唔見。如同學執到，有可能會產生誤會喎。而學生證跌咗喺地下，就好容易俾同學踩爛。而呢個水樽咧，如果就咁劈喺地下，咁啲人一撞埋去，咁就會流到四圍都係水，咁就會整到其他同學仔跣親㗎。所以咧，我哋上體育堂或者小息嗰陣時，我哋都要妥善管理好自己嘅個人財物，以免遺失啦。正確嘅做法應該喺活動之前，將銀包同埋學生證放入書包裡面最安全嘅格仔，然後一定要拉好拉鏈啊！如果一定要帶個人物品去到操場或者籃球場打波，咁就一定要妥善放喺長凳或者籃球場觀眾區嘅石級座入邊。咦？唔知邊個同學跌咗嘢呢？如果你喺校園裏面執到他人嘅失物，就要記住發揮我哋嘅仁愛精神啊！係啦，就好似銀包呢啲嘢啦，跌咗喺地下，我哋應該第一時間執起佢，交俾在場嘅單獨老師或者去校務處。我哋千祈唔可以自己收埋佢啊！如果唔係，就會產生誤會㗎啦。